来关心一桩交通事故，这是昨暗7点外的时阵呢，有一个73岁的查甫人，伊伫咧高雄市区赛车，哪像是因为对这路草无熟，竟然驶对轻铁的轨道入去，而且呢，佫驶要700公尺远。落尾是伊的车链掉咧，袂顶袂当，警方是出动这吊车去甲救援。原来这个事故嘛，造成轻铁8个车帮是万分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另外，这个违规的驾驶也会移送法办。初一暗时7点外，监视器画面内底，高雄至圣路这台白色轿车方向灯拍落，要正越过开旋路，疑似路草无熟，也未到轨道提早越，煞行对高雄轻铁的轨道入去。换一个角度看，这台车就安尼伫轻铁轨道顶悬直直驶，差不多驶700公尺远，一直驶到吊链才动落来。附近民众看到这个办事，拢感觉伤蛤蟆。蛮傻眼的，就看他到底是怎么开的。这边是草地了，这边比较湿了，它应该是陷进去。陷进去。那一边靠25那一带是干的水泥地，所以它还可以开。再往前一点啦，再慢慢贴过去啦，来。因为惊硬拖会互草仔布笋长愈食力，3、4个员警甲拖吊业者用棒仔助力，豆豆甲车甩出去。警方表示，赛车是住伫台北73岁姓詹的查甫人，伊无食酒，驾照审验嘛无问题。代志发生的时，准备要去病院做看护，因为路草无熟，才会驶对轻铁的轨道入去。本案詹女行为涉嫌违反刑法第184条过失妨害公众运输行驶安全罪，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20万以下罚金，将于警询后移请地检署侦办。高捷公司表示，这个事件造成8个轻铁车班延误，因为轿车驶过，造成部分的草包翘起来，会甲驾驶要求赔偿。高捷强调，民众若是无细致驶入去轨道内底，一定要随停车通报，千万唔通搁开，这袂损害轨道，也造成公共安全问题。记者邝家如、邱小勇、高雄采访报道。